俗语讲了好。啊，休一个啦，休一个啦，无人客啊。哎，头家，嘿，我要点菜啦。好，水来哦，这了。哎，头家哦，哎，哦，这双色安尼吼，啊，我无咧看啦，哎，要点啥啊？点安尼嘿。哦，我要食。喂，哎，这网络讲这种足好食的，好食啦。可这啦。这嘛来一个，哦，老师，嘿，就这间啦，一间哦，嘿，应该是这间啊对。你看个安尼两公，啊，毋过听讲哦，内底物件做好食的哦。哟，毋过平常时吼，迄头家吼无代志的时阵，就坐伫遐啉烧酒。啊，平常时敢若两三个人徛安尼尔。这种所在会有好食物？我毋知啊，懵我在顶面都安尼讲啊，讲说做好食的呢。我无想，歹势哦，嘿，你毋是要吹麻烦吼？我头拄的哦，徛恁哦，伫遐向东向西的，是安怎？无，跟潮州人的好，讲个个。有就腔口了。头家你你好啦。创啥？无，阮是为迄大皮康吼电视台来的啦，阮想要来甲你采访一下。对，你好吼。你好啊，我是迄个节目的迄个摄影师吼，叫琪琪伫遮。嘿，啊，伊是阮的外景的主持你好人，叫做阿君啊啦。是我阿君啊。对。你看电视台那电视台不是电视台。哦，歹势哦，电视台，那我拢无听过啊。歹势哦，边个迄个生甲足亲像的狗啊是啥啊？哎，你拜托，我生到身高，我是生到较弯数啦。哦，歹势哦。哎，恁到底是啥啊？叫阮某伫遮咧你叫你某，我叫你阮某伫遮咧冤家，啊，恁到底什么人啊？头家，我甲你讲吼，迄因为吼，恁的店吼，伫阮伫网络顶悬吼，足红的。系啊。对啊，阮是讲吼，阮这节目吼，特别吼来遮吼，想要采访介绍一下恁店内底食的物件。啊免啦，你唔免来叫阮做生意啦。啊，恁若要伫遮，啊无恁就点物件食啦，好不好？听到无？听到无？我暗讲话哦。你呢？想要留落来，就要点物件啦，好，知无？会啦。点物件。你去点一寡物件。我去点，我去点。彭老师，遮的物件吼，莫看伊吼外口安尼普通啦，内底物件吼，敢若有米其林等级的安尼好食呢。米其林敢袂伤咸噶？我本地嘛是无相信，所以讲吼，咱就来遮试看卖，食看卖。是，你想要讲啥？我是讲吼来食看卖是真正有遮尔好食的，还是讲迄网络顶面拢是咧碰风的。哦，这就是咱美食评论家的责任嘛，就是要观众朋友了解讲，什么物件真正好食，安尼无卖给乌白开钱浪费。拍算去啊！但是若是真正歹食，我是会照实讲出来哦。好，老师，你若是感觉歹食好食，你就直接讲袂到，袂要紧。无即马咱先来录迄 opening， 好不好？哎好，大家好，来准备好，来5、4、3、2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食卡、食饱、食烫海，我是阿君啊。嘿，今仔日呢，咱来要介绍一间路边摊。嘿，啊，听讲这路边摊吼，啊，外口看起来无啥物，啊，毋过内底物件足好食。但是在伫咧介绍之前，咱要欢迎一个足特别的人，就是。叫咱斗阵食物件哈，来欢迎美食专家彭老师，欢迎彭老师。嘿，彭老师你好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虽然讲咧主持人讲话咱听无啥有吼，但是伊是咧讲咧介绍各地这个美食好食物件的吼。我就是上爱食这个碰饼配碰大海专台湾啦，因讲是这对美食上高研究专家彭老高，我本人大家好。哦，彭老师你好。嘿，是。嘿啊，今仔日哦，都要麻烦你
甲咱吼来鉴定一下吼，嘿嘿这路边摊，别人迄网络 internet 顶面拢在讲吼，这路边摊吼足好食，是，都爱请你来鉴定一下。我了解了解。歹势吼，给恁交了一个吼，咱是迄食卡、食饱、食汤海迄节目啦，对，看，你的这部我有看嘞，刚才比家中就好食的哦。挺好。是啦，多谢恁的支持，讲你好。你好。我是这个碰老高，啊，毋知恁位倒位来哈？哦，我屏东来啦，我家来啊，偷走车啊，屏东人拢在上头，我就偷偷走出来，是。有啊，你为屏东安尼来较遮远的所在，你感觉这物件有好食无？哦，就好食的，来，这盘来。这盘卤味。哦，你看起来吼真简单，毋过吼食落吼，你会食出来迄头家卤物件的功夫，用心对。啊，你甲看啦，这盘菜有无？啊，看起来无啥，啊，就安尼白啊，就亲像伫厝内底手紧啦，无菜头毋免翕啦。这个有专业的哈。嘿啦，对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你食落吼，你会感觉，你看。我人妈妈，哎呦，妈妈靠出来了！你手紧啦，家己，秀，哪有可能讲这事情对到我说我去讲？麦克。有。伊遐会去做空的啦。目叫迄大皮康电视台。伊一种淡薄仔迄种悲伤甲感动的啊，放油葱。哦，有油葱啦。内底这头家在这加油葱，这太厉害了。哎呦，最小好食啦！先卡者。多谢呢哈，多谢配合呢，多谢。谢。不然就碎了，碎呢，哎呦，皮康目睛。嘿，倒脚哈！谢。哎，你叫坤姐啊？你点物件？我来，咱大家先坐哈，点物件，来咪个来啊！你坐。来哦，恁点物件来哦。哦好，这是川烫时蔬做成年豆油。告这个是黄金销魂装熟蛋。搞什么个搞这？这唔就是迄烫青菜加迄荷包蛋吗？是啊，好这名，好这喜欢是要创啥哈？对吧？我先来试看卖啊。好，试看卖。真安怎？天线宝宝哦！你知唔知你会看？上好食吧？你好食到飞起来没？我这个飞起来。这青菜敢烫过呢？我试过卖。啊。这烫青菜，嘿，又淋一寡这今年的这豆油，哎呦，而且伊这烫青菜，伊这水是用这阿里山顶管遐水。哦，阿里山顶管会落雪无？有3不5雪落雪，雪这几年才落这是说是呢，遐雪所游落来水袂紧行。哦，这口感蛮一盐搁一盐，安尼加起真正是不得了哦！哎呦！无老师，你搁食一喙这真能看卖咧，敢有影有这么好食会飞起来？看起来就一种普通的就是。系啊，嘛无啥物啊。伊号改的名叫做黄金销魂鸡做鱼花啊，做鱼花。够行出来。哦，来啊！不行，哎，敢过来啊！哦，我也敢过来啊！哎呦！哦，你要跳现代舞啊？无老师要登去啊！现在我吞了。黄金销魂真鲜啊！果然有够销魂。哦，这是头家放一个感情去饲只鸡母，只鸡母所生落来卵，黄啊青，佫无臭臭味，有一种真特别的感情。下一句，迄灵魂敢若自由小共款，一直飞到极乐的自由世界。这个好食，这个好食。
安尼讲，洪老师和这间单米单，这个路边单，足悬的分数呢。是，我拢讲路边摊，路边摊嘿啦，路边摊边。摊是咧也有款便当。嘿，但是我顶下时看这个环境，感觉唔是真好势，真舒适啊。啊，买早几个点仔啉烧酒，安尼敢若啊，无你创啥货安尼，先袂讲。这物件竟然这么好食，是，就能小月当形容，一根就是鸟啊食盐。第二句是鸟啊爬树，拍破过来。哎，来来来，来，拄好听两句小句哈。嘿，讲这店看起来无啥物货，头家安尼无男无女，结果物件这么好食。第一句叫做鸟啊食盐，第二句叫做鸟啊爬树。以上这个情形赞成第一句鸟啊食盐的，请举手。哎呀，哎呦，恁三个经鸟啊食是盐啊，你几遍？来，背球的嘛，好吗？背球为什么是鸟啊食盐？我是感觉讲吼，鸟啊食到盐会做刺激，啊，刺激，嘿，伤过所以刺激，所以也感觉讲哇，盐来这么哦，但是是好食，哎，咁是，就像迄狗仔该食有气味的物件，足欢喜的啊。你即摆是配合阿君啊演出就对了。我是那鸟啊，鸟啊，鸟啊，叫你到，鸟啊，鸟啊食盐，我记是纯死的。对啊，你要食唔该翘起哦，就是翘起的啊，恁就温死啊，一丝丝盐的，温死啊一，叔叔，点点仔盐就死啊。恁三是经鸟啊鸟爬树爬背球，因为鸟仔背球就是代表伊足欢喜的，伊足痛的，哎呦，老师正确。咻咻叫安尼。猫啊甲狗啊吼无汗腺，所以伊无你若食伤济盐，对，会伤着伊的倒位腰腰气。气嘿所以讲猫啊食盐就亲像野港烧入狗遐烧春板死。温死的。啊，有时咱讲一寡歹囝弄动吼，较大人讲毋惊人，啊细人讲毋惊囝。毋过吼，你看迄只猫亲像狗共款，又尾溜，啊，你啊爬来爬去。毋过安尼看嘛，无像一只狗，所以猫啊爬就是毋惊狗，毋惊狗是肯定的意思哦。嘿，我敢若爬豆又无爬看，啊看起来破破啊，毋过食起来只学到个代志，所以答案应该是猫啊爬树毋惊狗。好，对唔对拢不详知，希望观众朋友跟咱所好，咱学到来今仔新的这个俗语哦，后回请继续去看，为山为水为恁老。